喺感受海灣城，生活節奏會自然慢落嚟。朝早起身，園林有風有陽光，空氣清新。落樓行下唞啖氣，成個人都舒服晒。日常好簡單，落樓就有茶餐廳，約幾個街坊老友記，一盅兩件，傾下閒偈，氣氛好親切。呢度好多香港朋友，大家習慣一樣，話題一樣，相處好自在。日頭同街坊吹水，返到屋企又可以靜靜地 hea 返一陣。好似閒日嘅下晝，最鍾意喺屋企大陽台望住海景，吹下風。而呢份休閒正係1033到1248尺熱銷單位俾到嘅生活。過千尺實用空間，外連闊落大陽台，採光同海景視野都一流。全屋闊綽唔逼仄，標配雙衛生間，做到主客分離、乾濕分區，生活夠晒自在。因為空間靈活、夠晒實用，可以按照自己嘅喜好隨心規劃，你想要嘅生活，佢都可以俾到你。下晝喺陽台 hea 夠，得閒落到園林，又係另一種熱鬧。小朋友跑跑跳跳，大人慢慢散步，傾下偈。周邊配套成熟，日常買餸、行街食飯都好方便，生活非常有溫度。對於香港朋友嚟講，呢度就係一個好舒服嘅生活圈，唔趕唔逼，自在，有山海，有鄰里，有煙火氣。首期最低5萬起，過一種屬於自己嘅鬆弛又舒心嘅生活。境外樓花買唔買？計過風險先好買。To buy or not to buy non-local off-plan properties. Assess the risks before you buy.